大家好啊！非常空間今集依然會為大家深入淺出咁介紹唔同類型嘅餐飲設計同埋香港嘅餐飲業條例。喺我哋最後一集嘅主角呢，就係接近100年嘅昭和老店遠福咖啡店。佢於昭和8年1933年開幕。佢而家嘅 logo 選用咗沉實深色系嘅招牌，而上面嘅字呢都有蠟金，喺周圍仲有雕花嘅裝飾，圍繞住福呢個字，非常具有復古昭和氣息。遠福咖啡店所使用嘅瓷器呢，係由大倉桃園所製作，就連日本皇室都用過呢個牌子嘅餐具㗎。白色嘅瓷杯盛裝住黑咖啡，成為咗遠福嘅經典形象。喺遠福嘅某啲分店，我哋仲可以睇到印有金色福字嘅杯。復古咖啡館嘅店內經典嘅設計就係植物盆栽、光面皮梳化、燈飾、壁燈、百葉窗、黑白地磚同埋一啲舊嘅照片，整體深褐色嘅座椅同埋家私，具巧思嘅玻璃櫃裏邊展示住具有時代感嘅咖啡容器，正正係向咖啡文化嘅歷史演變致敬。呢個裝修同用膳氣氛令我聯想到香港嘅太平館同埋皇后飯店，當然唔少得《阿飛正傳》電影裏邊嘅情景啦，令人懷念美好嘅時光啊！